要靚有好多種方法，但係要快，好多妹豬都會選擇去做個輕醫美，又或者有另外啲選擇，就係每個朝頭早都執翻啲眼耳口鼻先出門口。但有冇諗過，其實可以將化妝嘅概念融入輕醫美當中，做到一個有化妝效果嘅輪廓同膚質改善？目標唔係要同你變樣，而係要做到好似自帶妝感咁，輪廓更加立體，膚質更加細緻，狀態 on top。放心，唔會搞到你好似阿梅咁。Fermio 用現時韓國最熱門嘅兩款儀器，幫你打造動人嘅輪廓，但係又有自然嘅獨特美。OLIGX 加 Duetight 簡直係天造地設嘅一對啊！OLIGX 可以幫你刺激翻蘋果肌嘅膠原蛋白增生，噴翻上佢就好似做咗高光咁白滑，又可以用 Duetight 將你嘅 jawline 同雙下巴同時收翻，最後做埋個虎紋就 perfect 啦。咩話？平時自己用陰影同高光都做到呢一個效果？自己化妝唔好講話隨時重修咗，效果唔平均，到時就真係好容易變咗阿梅啊！淨係做呢兩個步驟同執手尾，每日都用咗你唔少時間啊！遠古時期有個傳說，素顏落街撞到 X 或者撞到 crush 嘅機率高達90%，上來一落街唔通有化痕妝咩？呢啲 moment 梗係要隨時 ready， 隨時令到你個 X 後悔終身。crush 即刻 WhatsApp 你約你今晚出去食飯啊！想知你有冇需要做？我哋又可以點樣幫到你？快啲嚟搵我哋查詢下啦！